原本要代表民进党参选台北市议员的朱正基，因为涉嫌做中国间谍，被北检起诉，民进党部也甲开除党籍。美国总统川普发表全国演说，讲未来2-3礼拜会加强对伊朗的攻击，甲因拍回去古早的石器时代。印尼外海发生规模7.4的大地震，上无造成1个人死亡，这也是今年目前为止规模第2大的地震。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前民代助理朱正基原本是要代表民进党参选台北市议员，不过伊却去互人指控做中国的间谍，北检甲起诉求刑5年以上，民进党台北市党部嘛随甲开除党籍。这其实是个家事纠纷啊。伫要投入地方选前的前立营民代助理朱正基，互人指控卷入间谍案。根据北检新闻资料，朱正基伫2022年7月，是有退休政议官员吴平年交付的手机啊，佮伫今年8月23、24，利用出入立委、国会办公室的机会，得到经核列密字的文件资料，协助死亡的中国籍人士，佮有甲人收2万人民票。第一个，我没有收受任何的这个现金或者任何的报酬啦。第二个，这个拍摄呢，我就是把这个已经公诸于媒体的一个东西传给他，那只是因为在这个前面有一张公文啊，写如附件请查照，上面是有个密字。互人当作何志伟驻地兵的伊讲家己支持严格执行国安法，也伫法庭自证清白。何志伟透过声明表达愤怒，嘛讲朱正基任职期间无涉入国会运作，呼吁伊赶紧退出台北市议员的选举。民进党台北市党部嘛赶快快速处理。从政同志既然会涉及到国安法，既然会涉及到共谍案，这是我们引以为耻。处理方式就是将朱正基先生予以除名，开除党籍。目前调查涉入国安相关案件，内容包含国安高层机要秘书、资深党员、民进党有前立委参选人，也是捌列入不分区名单，那样共款有民代助理在案。民进党动辄喜欢把促进两岸交流扣上红帽子哦。近年来的这个共谍哦，尤其可以接触机密档案的都是民进党。从过去以来的例子一直都证明说，真正的敌人都在本人室。有共谍就法办，民进党的立场跟态度以及行动非常的清楚。如果真的要慎防共谍，蓝白为什么不支持民进党所推的国安法案？对国民党批评立营党内重要职务变强谍的升级管道，呼吁检调爱铁查。民进党是讲已经有明快处理涉入强谍案的党员，电倒案那赢，莫阁甲中国底高高甜。记者采访报道。金门守备大队一个姓何的上校大队长，涉嫌跨国买2级毒品安非他命，各用包裹送到金门去，互海巡署抓到。这个大队长后来是5万块包保，限制出境出海。这也是国军历来阶级上悬的军官牵涉窃盗案件。伫台海前线守护家园，金门守备大队是金防部的主力核心，兵力规模虽然只有1000多人，也毋过具备坚实战力。去年汉光演习出动几台战车保卫关键基础设施，即马刷标出金门守备大队姓何上校大队长，才告知1个月的涉毒，涉嫌买2级毒品安非他命，找人为台湾本岛以包裹方式运送到金门超商，行为大胆。金防部真紧将伊停职，移送法办。我们已经迅速的将他调离现职，也由防卫部指派了高阶的干部来实施代理。这个是否有其他的在营区内有其他的这个同袍也涉及此案，我们也会做一个全面扩大的专案编组来调查和厘清。专案起因海巡署侦办毒品邮包案，监控处回过程将爱运往金门的毒邮包。上惊的人是姓何大队长，海巡通知伊到案说明过检调，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初一暗移送金门地检署。检方透明精神，认为伊涉嫌使用甲持有毒品罪嫌重大，下令5万高保限制出境出海。那何姓上校他到经防部守备大队服1个月。那先前也是任职幕僚单位，所以相对的，在幕僚单位里面也是依照这个相关的比例原则采抽签来实施。这件国军史上上高阶军官涉毒案，升等国军形象，陆军强调，那消息得以行政并行原则，核准态度和依法扣办未来的人事查核会更加严格。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发表全国演说，讲美军已经得到胜利啊，甲伊朗的海空军个核设施拢总毁掉啊。伫未来2-3礼拜，嘛会发动更较猛攻击，甲伊朗拍甲密密麻麻，甲因送回去古早的石器时代。甚至佫放调讲，这伊朗若是无要讲和，无愿意达成协议，安尼后一步，美国就会去帮伊朗境内的发电厂。也伊朗这边同款无要落软，毋若批评美国安尼做无理性，甚至佫否认讲有主动要求停火，佫讲这美国若是打愈硬，安尼伊朗攻击行动就会愈凶。双方安尼硬拄硬，无人要让步。目前这个办势看起来是暂时袂停歇，也这会造成国际油价是继续起美国甲亚国大陆的局面。这场伫美国暗时黄金时段登场的总统演说，川普一开喙就是宣布美军伫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赢甲足彻底。In these past 4 weeks, our armed forces have delivered swift, decisive, overwhelming victories on the battlefield. Victories like few people have ever seen before. Tonight, Iran's navy is gone. Their air force is in ruins. Their leaders, most of them terrorist regime they led, are now dead. 川普讲发表这届演讲是为着要来说明，苏西怒火行动对着美国也个世界安全是为虾米遮重要？啊，若是伊朗离制造核武敢若剩一下步，美国已经甲这设施拢总拍甲密密麻麻，自历史以来无敌军伫遮尔短时间内向拍甲遮尔凄惨，而且损失甲遮尔大。Our armed forces have been extraordinary. There's never been anything like it militarily. Everyone is talking about it, and tonight I'm pleased to say that these core strategic objectives are nearing completion. We're going to hit them extremely hard over the next 2 to 3 weeks. We're going to bring them back to the Stone Ages where they belong. 不过，伊嘛讲严重依赖核保住海峡的国家，应该承担互油轮重新通过的责任。啊，若是无法度摕到能源的国家，伊建议会使去甲美国买。The countries of the world that do receive oil through the Hormuz Strait must take care of that passage. They must cherish it. They must grab it and cherish it. They can do it easily. We will be helpful, but they should take the lead in protecting the oil that they so desperately depend on. 川普讲，若是伊朗无要达成协议，说落来就是要拍当地的发电厂，也个伊朗的经济平面，就是石油工业。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上新的消息，伫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美国大使馆，今仔日发布警告，讲亲近伊朗的武装团体，伫咧48点钟以来，可能会进行恐怖攻击，呼吁美国的公民就要赶紧离境。顶个月底，才拄有一位美国籍记者伫巴格达互人绑票，是到今也未找到。美国大使馆表示讲，这恐怖分子已经锁定美国人，任何甲美国相关的人，或者是政府、民间机构，拢有可能会成做攻击的目标。强调讲，这伊拉克目前是第4级旅游警告，呼吁美国人就千万唔通去。川普的演说当中，除了讲要甲伊朗拍倒以外，阁批评北约拢无提供军事援助，讲伊要来认真考虑退出北约的代志。不过，按照美国的法律，若是要退出北约，就要参议院的同意。美国总统川普发表对伊朗战争的重要谈话，针对北约盟国拒绝协防美国，已经咧批评。I just want to tell you, NATO treated us very badly, and you have to remember, because they'll be treating us badly again if we ever need them, and hopefully we're never going to need them. I don't think we will need them. I don't think they can do very much. 伊朗战争开战以来，川普哪一届指责北约不愿意协助美国，佮批评北约是好看尔食软正。英国电信部甲路透社找报道，川普佮再讲要认真考虑退出北约的讲法。不过要退出北约，总统无法度单方面决定。根据2023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要经过参议院2/3的议员同意才过关。目前共和民主两党拢出现反对声音，若是川普这边要做，到尾也可能爱去法院，也会造成欧洲防卫体系崩坏，也造成罗西亚甲中国两国的战争压力。I do think that wer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o withdraw from NATO, it would change the world. It would, in some ways, push the world toward a geopolitical jungle in which Europe would be on its own.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be on its own. In some ways, it would be a return to the much more chaotic, anarchic landscape that existed before NATO was formed in 1949. 美国讲大伊朗事先无照惯例通知北约友伴，除了无关国际组织安全机制，也互人当作是违反国际法，失去交盟友的正当性。基本时报报道，川普甚至警告，若是欧洲盟国拒绝加入展开核武器海峡的志愿军联盟，安尼美国就会中断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为了应对核武器海峡被人封锁引起的燃料甲肥料这经济危机，英国首相斯凯尔招35个成立核武器联盟，搁伫初二召开头一届会议，要将美国的军事行动卫星界线转向外交手段寻求通航。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印尼外海发生规模7.4的大地震，上无造成一个人死亡。有专家讲，即届地震的能量是未输释放64粒原子弹，这是目前今年为止第2大地震。也提醒讲，今年已经发生4届规模7以上的地震啊，拢是伫咧澳洲板块北边，就要特别注意。就伫当离岛壁内面，军方人员用手来清障碍物做搜索救援。伫大地震发生的时阵，真侪建筑物是一个仔就倒去，冒出的天窗准甲喙齿，下坡啊落落来，一堆居民紧急撤离。Kita sementara dulu ada minum teh, kong dikira ini anak goyang-goyang itu koi, tahu so gempa no, tapi anak sebab tari ya mak turun mak cepat mak turun. Jadi langsung turun no kasihan cari tangga darurat sampai kiso masuk di gudang。苏拉威西省的比通地区，建筑的外壁都起出现被碰。这个地当时发生伫特尔纳特西北西方差不多119公里的摩鹿加海，佮引发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沿海地区差不多1000公里范围的起高零注意报。印尼灾害管理署表示讲，把苏拉威西省沿海城市当中都感受到海甲真厉害，10秒到20秒。Di beberapa titik di pesisir pantai, di daerah Bitung dan di daerah Mitra juga ada masyarakat sudah melakukan evakuasi mandiri terkait dengan informasi adanya potensi tsunami. Demikian yang dapat kami laporkan dari Kota Manado, Sulawesi Utara, Kantor Pencarian dan Pertolongan Basarnas Manado. Terima kasih. 太平洋气候令预警中心同时阁发布气候令威胁的资讯，经过部分沿海地区有可能出现危险的气候令。南国的气象署嘛连续发布4个气候令的信息，不过伫初2早起9点外已经解除。地震专家郭凯文指出讲，这个规模7.4的地震是全球今年以来第2大。3月20日东甲才发生规模7.5的地震，3月底万乐岛外海嘛发生规模7.3的地震。伊认为讲最近的频率相对偏悬，而且去年堪察加半岛发生规模8.8的大地震进前。有这种状况。它在发生那个规模8.8的地震之前，也连续有3起那个规模7以上的这个地震。它也是属于一个挤压型的隐没带地震这样。那这种在这个区域，大概主要就是因为有2、3个板块在这边互相的挤压，所以这边地震非常多。地质专家是分析讲，当去看过去8年的资料，全世界当年规模7到7.9的地震，平均差不多20外件。以环太平洋地区来讲，规模7以上的地震无算罕见。目前地震是无法度预测，科学家嘛想要对过去大地震进前的地震群来分析敢有规律，但是目前阁无有够的资料会当证明这2个是有关联的。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地震，纽西兰嘛是定定发生地牛翻身的所在之一。为了防止相关的灾情，纽西兰按700个侦测的装置，24点钟监控，就是希望会当更较准确来预测地震。这是纽西兰北岛的夏赫特市，嘛是有纽西兰国家地理灾害控制中心的所在。这个中心伫咧全国装700外个侦测装置，一天24点钟监测纽西兰的地震，还有地理灾害。为2018年到今，已经侦测到纽西兰外海还有本土1.61摆地震，平均每当有150摆地震，会当互人类感觉到。If it's a big event, that's threatening. And we have to assess that threat, determine how big it is, where it is, possible consequences, if there's a tsunami threat, etc. 纽西兰地震中心的专家根据在地进行规模7
到8级的低档模式，设计一套电脑系统，加入精准分析来决定地动的形态，对以后的大型地动会当有更较准确的预测。So it's likely that we'll see something like that again in the future. That we'll see over the next 100 years, maybe multiple magnitude 7s that occur on the kind of within the New Zealand landmass. It's possible that we'll see something bigger offshore. The likelihood of that is much lower. 2011年2月2日下晡，纽西兰南岛的基督城发生类似规模6.3的地动，造成185个人死亡，6000多人轻重伤。基督城市中心足侪个建筑拢倒去，出名的基督城大教堂尖塔嘛害去，规个城市有1万栋的厝需要拆除重建。15年过去，迄时教堂当中无法度走闪的牧师，即马受到心也是会惊惊。It has to be one of sadness and pain. It was a painful day, and it changed my life and our lives here in the city forever. Did I ever get over it? No, I don't think so. 虽讲15年前地动的恐怖甲记忆无法度完全消失，不过伫咧科技甲政策继续推缩，纽西兰的民众未来伫咧面对地动的时阵，嘛会比过去更较坚定、更较有韧性。国视新闻景元庆编译。咱54档人类是搁一届飞向月球了。台湾时间初二早起6:35分，美国太空总署的火箭成功发射，甲太空人送去离地球轨道。这是为1972年阿波罗17号任务了后，人类搁再飞向月球。也即届的阿提米斯2号计划嘛，打造出未足第1的纪录。毋但头一位去探勘月球的女性，阁有头一位加入涉过月球计划非洲的太空人，嘛有来自加拿大头一个非美国籍的太空人。因来创下人类有史以来进入太空了后离地球上远的纪录。也即回太空船按算要设月球一年，为后一个阶段来铺路。目标就是要伫咧2028年，互人类会当登陆月球，而且伫咧2032年要起造月球基地。让3档半的时间 ，SLS 重型载运火箭总算第2届成功发射。估计周边地区有超过40万人，各网络直播电脑头前的几6亿人做伙见证这个历史性的时刻。Today, April 1st, 2026, 6:35 p.m., NASA's Space Launch System rocket lifted off the pad with 8.8 million pounds of thrust, carrying the Orion spacecraft and the Artemis II crew out to Earth orbit and beginning America's grand return to the moon. The Orion spacecraft has successfully separated from the core stage, and its solar arrays have been deployed as planned. 这嘛是继1972年阿波罗17号了后，相隔54档，搁再有人类飞向月球。专业太空新闻网 Space.com 指出，这届升空创下真济第1的纪录。头一个是太空发射系统 SLS 载运火箭头一届带人类上太空，嘛是21世纪了后头一摆的纪录。4个人当中的克里斯提娜科斯是头一个飞向月球的女性。海军飞行员出身的加洛夫是头一个加入涉过的太空人非洲的，来自加拿大的汉森是头一个加入月球之旅的非美国籍太空人。We will continue to monitor their health and the status as we move into the next phase of the Artemis II mission. So after a brief 54-year intermission, NASA is back in the business of sending astronauts to the moon. 不过，这座创下真济第1纪录的飞行，除了未进入月球轨道，嘛无按算要降落月球，只是用自由飞行的状态射过月球，再向地球的方向转来。Space.com 指出，虽望安尼，4个太空人也是创下人类有史以来进入太空了后离开地球上远的纪录，按算要挖406800多公里，比1970年阿波罗13号加6400多公里。伫一座关的测试了后，下一阶段的阿提米斯计划有按算要伫月球后，互太空人降落月球表面。埃塞克曼接手 NASA 了后，规个计划重新调整，按算伫2028进前要互人类重返月球，搁要伫2032年起造月球基地。NASA 无隐瞒，这是要赶伫中国进前，互美国伫月球成占有一席之地。公司新闻家人编译。美国太空总署 NASA 为着即届的阿提米斯计划，佮专工打造2束太空衫，针对无共款的情景来使用，避免讲这所有的功能拢集中伫咧共一束衫，变甲动豆豆无方便行动。
美国上新的太空任务阿提米斯2号是为太空人甲2位有别组员离2到不洲的发射点，真侪民众伫边仔欢迎。 There's going to be a tremendous amount of unknowns. There's going to be things that we didn't expect. There's going to be comm linkage difficulties. There's just going to be all sorts of things. The first thing we got to do. 为着阿提米斯计划 ，NASA 哥专工设计新的太空衫。伫半世纪之前的阿波罗计划，每一位太空人干那一套太空衫，无论是飞去太空、降落，或者是到月球表面行，拢是共一套。所以太空衫爱兼备真侪功能，变甲重款款。 They're not trying to build a jack of all trades suit. So this suit does its job for that aspect and it does it very well. When we walk on the surface, that also will have a purpose-built suit that does that one job and one job only. 伫飞去太空甲降落的时，太空人爱面对压力甲动力真剧烈的变化，还佫有起降若失败的紧急状况。伫月球咧行的时，需要隔热、防辐射，加上有够的活动度，两边的设计方向并无共款。不过虽然即马有2套衫，这个任务敢若会坐月球大约10天，未定了，所以敢若这套感觉色的太空衫会有用途。 公司新闻优派准备役。无人驾驶的车即马长时行，不过伫咧中国武汉就发生超过100台的无人计程车，那就是因为这安全机制过度反应，怎啊调伫咧重要车路袂顶袂当，为尾暗仔塞车塞到半暝。 由中国网络搜寻引领头九，100多艘英魂的无人客车车，伫当地俗称“菜头快跑”。也毋过伫3月31暗，估计超过100台菜头，毋知虾米原因自行伫路上停车，同时系统也佫警告乘客袂当落车，以免发生危险。接孩子的路上堵死啦，被我遇到啦。2个烧萝卜，在那个桥底下，自己在这里不动了。 把后面车子堵了这么多。代志发生的路段位于武汉市的岳湖桥，甲4棵为高架道路参地下道，是所谓的武汉3镇，每一个市区之间重要的联络要道。尖峰时刻，平均每点钟流量是达到5000台以上。这个时阵所发生100多台菜头卡伫路中，后加锁定是去个急一定的。6台路，这条路上已经坏6台路了，这是为什么呢？ 萝卜的服务器被攻击了吗？第7台、第8台、第9台萝卜全坏在路上，这是为什么呢？百度伫2021年推出菜头快跑的无人客程车服务平台，也设计专用的车型阿波罗 RT6 电动车，随后伫2024年开始扩大中国各城市的营运。也毋过赛车赛几10年的老司机，除了烦恼百度嘅继续竞争，也无看好这批菜头的安全性。 只要说有车子一超它，它就直接停下来。假如说前面比如说有个方便带，它就停下来了。它现在不是那么好，蛮多它这个蛮多东西它还没有搞好。 果然，代志计划2年，自称驾驶所烦恼的也真正变做真实。中国媒体引用专业人士分析指出，突发情况造成车辆安全机制过度反应，和这批菜头伫无必要停车的时阵停车，未来应该先建立城市顶级的自动驾驶紧急应变体制，佮由参与经营的业者共同协调运作。公司新闻徐家珍编译。 因为疫情的关系，中国甲北韩之间的交通往来断暂。经过6天的时间，即阵总算是要重新启动啊！跨境列车起行，直飞航班嘛要开放。咱6天载客跨境列车，搁一摆开过鸭绿江路。 中国辽宁省的丹东是中朝边境上重要陆路的门户，即马防疫限制行入历史，长桥顶面满是看北韩的旅客，真侪人已经想要去遐耍咯。我没去过，但是我们现在退休了，也没事儿了，所以说我们呢也想着签一次证，我护照都办了。 那丹东的居民、外国游客嘛，甲北韩看作是佚佗的圣地，就算讲即马签证敢若发予商务或者是特殊目的的人，啊，毋过中朝交通中客信号看起来是愈来愈强咯。I think it's a bucket list item. I think everybody wants to go inside and see what it's all about. I think you can see it from a certain perspective on what we see from our media, but I think until you can go over and see it for yourself and go, this is what it's all about. 那火车通车，空中嘛通航，中国国际航空 CA121 30对北京飞5兵种，
空中正式复航，交通工具都已经穿好在等啊。啊，不过平壤当局对签一般的观光签证态度犹原真顶真，但当的旅游业者讲，即马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是中朝的一个铁路联运和飞机的航班恢复，并没有影响到游客，因为现在朝鲜旅游并没有恢复。那朝鲜要是恢复旅游了，当然对好多国内客人是有好处的，但是很多人要去嘛。自北京的商务首航到丹东街仔头，对着旅游业中客一日的期待。虽然讲即马中朝边境往来豆豆升温，啊，不过平壤伊的大门到底要开幕，东方敢吹入去，即马也阁真歹讲。记者综合报道。感谢你收看今仔日新闻世界通，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